宋老师啊，你带动跳了，宋老师，来，带动跳哦。啊，这个土王湖就是我们的宋老师哦，他那个主持的啦哦，你辛苦啊，带动跳。哦，我没有准备，我带动跳哎，会长。那我们就怎么讲？我们就直接有音乐，我在tempo里面都有啊。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活动一下，运动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请大家一起起立啊！这谢谢我们静乐舞团的同事们，请你们出来。静乐舞团，对。静乐舞团请出来。今天这是我们的同事啊，我们是做护士的啊，那他们有早班、午班、晚班，那我们要这么多人凑在一起准备这个舞呢是很不容易，所以我们给他们大家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？谢谢。跳得不好，请大家多多支持，因为这个带动跳这个节目呢，我们没有预备，但是我们都还可以尽力一下了啊！大家一起运动一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